大家好，歡迎收睇國色相通。喺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方針底下，其實有好多新興產業已經出現咗㗎啦。有一個其中就係低空經濟啊，咁已經被寫成咧就係一個國家嘅戰略嘅新興產業。而喺好多嘅地區工作報告當中都有特別重點去提及㗎。除咗喺內地嘅低空經濟發展得迅速以外，其實香港咧亦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匯演啦，甚至乎產業已經係逐漸形成一個規模。今日就要同兩位嘉賓咧一齊去探討一下，有我哋嘅嘉賓主持 Stella 李慧芬。Hello Stella 早晨。Hello Apple 早晨。講到即係一個低空經濟，尤其是喺香港方面嘅發展咧，始祖之一啦，一定就係 Samuel。Samuel 早晨。Hello。較早前啦，我哋亦都見到你有一個好大型嘅匯演啦，咁其實都係啲無人機嚟㗎。不過想真係回翻帶啦，咁就係最初其實想問下 Stella 同 Samuel 兩位嘅低空經濟呢一個，我哋而家講話係新興產業，其實係點樣出嚟㗎啦？係啦，我覺得呢樣都要問阿 Samuel 啊，因為以我即係一個普通香港人咁樣嘅話咧，可能聽過低空經濟啊，或者係一啲嘅無人機嘅話咧，可能講緊係近呢10年。即係先至聽到，咁啊同埋咧就會係可能特別我哋做金融嘅話咧，可能就會睇見到一啲譬如美團嘅時候咧，就用無人機去送外賣咁呢啲覺得好似淨係呢一樣嘅用途。咁跟住之後咧就見到係有一啲嘅喺好似政府咧就係將佢一啲嘅無人機去放一啲嘅即係熒光出嚟出邊嘅時候咧，就代替咗呢個放煙花咧。即係我覺得好似淨係得呢兩樣嘢，其他啲就好似完全唔知。但係我睇翻啲新聞咧，其實原來係10幾年前已經係開始有呢一樣嘢㗎啦。好成熟啦，其實技術。係啊，其實低空經濟就係中國入邊咧幾獨有嘅，即係由中國去帶起，跟住就香港，然後去到全世界。咁你睇個產業咧，其實都幾大㗎。即係譬如2025年啦，已經講緊一個過萬億嘅市場，而去到30年，我哋預計係去到35000億。咁而呢個產業咧，其實可能大家暫時好陌生啊。咁我好浪漫咁去講一件事，就係而家我哋身處喺二維世界，咁然後低空經濟講緊我哋點樣進入一個三維世界，一個未開發嘅天地。然後從事一個經濟活動，所謂低空經濟啊嘛，咁所以就係一個全新嘅領域未開發啦。現有世界就係我哋受限於一個物理限制，但係低空經濟就係全新嘅領域。咁而再落地去講啦，其實入邊我哋會分上中下游。上游就係講緊我哋嘅科技啦，我哋點樣去做一啲叫零件啦，即係你可以想像好似車咁樣，我哋有 tiling 避震喉。咁其實低空經濟入邊咧。喺零件入邊咧，可能會複雜啲，因為我哋會牽涉衛星技術，用衛星定位，而地面咧亦都會同5GA 一個叫通感一體嘅信號，飛機係要有個 signal話俾你聽，我喺咩位置，同埋我同其他飛機點樣去溝通。咁所以呢個喺上入邊咧有好多研發咧，就需要去做啦。咁然後去到中游咯，其實頭先提過，我哋有一個叫做通感一體，或者係接收器啦，咁樣講啦，甚至乎飛機係要升降要起。叫做機場，無人機機場，咁有啲基建我哋要從事嘅，好似深圳喺上年你會見到佢宣布就係講緊有一個叫100億嘅投資啦，係啦，即係喺入邊就係做一個叫做基建嘅配套，然後令到所有飛機咧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嘅叫做信號塔，其實喺香港或者內地咧，過往我哋其實係冇考慮空中咧，其實覆蓋範圍大約係300米高空，咁而你見翻低空經濟定義咧就係大約係1000米以下。而喺內地入邊咧，我哋 extend 到3000米，但係主要都係1000米以下啦。咁所以本來現有配套咧，可能我哋係未必覆蓋到空中嘅飛機。咁所以呢個就需要我哋喺個5G 塔入邊咧，去重新去再鋪設，有少少似我哋以前鋪光纖啊。咁鋪完啦，咁然後成個通道通咗啦，咁我哋飛機就可以飛，就可以安全穩定咁去飛啦。咁而去到下游大家會好熟悉嘅，頭先你提到美團啦。下游其實我哋低空經濟有好多產業。即係低空經濟 plus 咯，我哋叫，譬如香港你見幾集中同內地都係嘅，就係旅遊咯。其實旅遊會大家易想像，因為喺過往低空經濟入邊咧，第一批落地咧就係航拍啦，譬如大家都會識得用飛機去旅行嘅，係啊冇錯嘅裝備啊嘛，上帝視角甚至乎拍電影，咁所以呢個好成熟產業。咁第二個產業就係無人機表演，你見內地同香港都係嘅，即係我哋不停咁破晒紀錄啦。我哋香港同一啲叫盛事經濟去融合啦，亦都最近做緊啲慈善啦，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大嘅品牌可以做啦，小朋友你有夢想都俾你飛，咁無人機表演其實係一個場景，就係我哋叫下游啦，場景入去應用。咁而你頭先提到譬如運輸啦，跟住我哋叫 surveying啦、監測啦，同埋香港比較力推嘅就係
叫做救災啊，叫做應急啊嚇。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無人機低空經濟可以用嘅。咁而家係講緊我哋當成個技術成熟之後咧，其實就會應用喺各行各業、旅遊、金融同埋頭先講運輸。金融頭先我都未特別提啦。譬如其實當你一個新產業嚟咗之後，你會發覺就造就咗好多金融嘅行業，例如保險。過往車其實係要買好多叫第三保啦，我哋無人機都要買嘅嚇。尤其是我哋譬如每場表演，我哋買第三保，咁然後去到其他飛機咧，法律規定都要買第三保嚇。咁當然仲有好多衍生保險入邊嘅枝節位啦，即係好多細嘅產品會出嚟，咁所以造就行業就會比較大啦。係咁，所以呢個就我哋對低空經濟入邊咧就見到係一個即係非常可觀啊，係一個全新嘅產業。嗱，如果講到個規模咧，我哋見到係即係越嚟會越大啦。咁但係當初啦，真係發展呢樣嘢嘅時候，其實香港大家又會覺得就係個地理環境唔知配唔配合啦。但係 Samuel 都可以算話係當時嘅決定係好大膽喎，即係決定咁就係真係做一個先頭部隊啦，將呢一個技術引入嚟香港。當年你係點樣去接觸低空經濟？喺內地點解會即係發掘得到呢個機遇，從而帶嚟香港咧？其實每次做一個新科技咧，我哋就有個試錯成本。咁但係低空經濟個試錯咧就零容忍嘅，因為你一架飛機跌落嚟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就牽涉太多安全問題。咁所以我哋行嗰陣時都戰戰兢兢嘅嚇。咁而喺入邊咧，其實慶幸就係香港咧呢個地方就係一個我哋喺我哋大灣區啦，而全世界最頂尖嘅科技就喺內地，最強嘅產業鏈。咁所以當初我哋睇呢件事嗰陣時咧，就係我哋冇理由喺一個全新嘅氣候自己再開發，我哋未必有一個咁好嘅 DNA， 但係我哋周邊嘅城市就有晒最成熟嘅產業鏈。咁所以我哋要做咧就係去對接成個大灣區嘅一個成熟產業鏈，然後通過香港嘅優勢。咁香港有好多優勢嘅，譬如我哋叫做背靠祖國，面向海外市場我哋有一個全球認可嘅一個認證啊、信譽啊，甚至法律、金融。咁呢啲好嘅優勢咧，就係當我哋去對接咗一個好嘅產業，引用嚟香港，然之後咧，香港咧就會成為一個窗口、櫥窗，然後將內地嘅技術經過香港嘅標準然後就去輻射全世界咁所以過往我哋喺香港入邊咧，其實政府咧就推出咗叫做監管沙盒，咁係講緊2025年嘅3月，咁我哋就第一批去申請啦咁喺申請嗰陣時咧，其實當初我哋好戰戰兢兢，就係你嘅飛機其實你喺城市入邊飛咧，其實大家都係想咧，因為經濟啊嘛。咁但係呢件事好難落地嘅，即係當個飛機有咩意外嗰陣時，其實冇人孭得起嘅。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去沙盒入邊咧，就會喺同政府 propose 啲地方啦。咁我哋一定係揀一啲唔可以太偏遠但係又唔可以太旺咁樣，即係唔可以喺太多人流密集咁樣飛。因為香港嘅地方比較特別，我哋會形容咧就係一個叫做地獄嘅一個叫做場景。點樣地獄化咧？香港係全世界接近最人口密集、人多車多，好多啲樓又好密，係啦，樓又密啦，同埋啲樓好多係玻璃外牆啦，係啊，冇錯，牙籤樓啊又好密集咁樣樣啦，係車都難行啦，即係車嘅定位都難啦，何況飛機，甚至乎好多玻璃外牆咧，我哋主要靠而家仲係靠緊衛星定位，我哋叫 RTK， 咁喺入邊咧啲信號係會反射。係啦，咁所以好多問題，我哋要成日做一啲叫抗干擾技術啦，令到個衛星嘅信號準確地接收，令飛機接收到。咁所以香港係一個叫煉獄場景啦，係啊，即係經歷過香港嘅話咧，就世界各地都可以得㗎啦，咁樣係啦係啦，所以我哋覺得有好有唔好嘅，即係香港做得到話咧，咁我哋已經係一個叫做教授級嘅級別咁然後呢個我哋去到全世界，其實理論上我哋遇到問題應該最複雜就喺度啦。咁所以香港造就咗一個有利嘅因素，就係令我哋做一個認證、安全認證，同埋定一個 SOP。咁而我哋做無人機表演咧，其實就同頭先提到順豐啦，或者係美團啦，佢哋係一個可能係個別，我哋叫單飛。咁而我哋個技術叫群飛 swarm 嘅技術。咁呢個技術係講緊我最高紀錄可能係飛1萬幾部機。香港最高紀錄係飛2000部機。咁你可以想象個複雜性，即係一部電腦控制幾千部機，然後幾千部機中間斷息路，或者有一架機2000部有一部跌咗落去砸到人，咁就好災難喎咁樣。係啦，咁所以造就咗我哋反而係因為呢個咁叫無人機技術入邊咧，就定咗一個好嚴謹 SOP。即係咩天氣情況飛啦，譬如我哋有好多嘢影響我哋嘅，譬如風速啦、雨量啦，之前上年國慶我哋經歷咗一個全香港人都
學識咗新 terms 叫電離塵啦，即係衛星嘅衛星受到一個叫太陽風暴干擾啦，咁跟住去到地面咧，其實並唔係話你話飛就飛喎，譬如有好多植被啦，啲無人機唔知㗎嘛，撞樹啊嘛，山啦跟住車路啦咁呢啲係好多因素會令到我哋去揀選做無人機表演嗰陣時嘅一個要揀一個啱嘅位置。咁當然有好多政府部門其實參與其中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一個政府部門溝通，我哋最少有4個譬如我哋飛上天又要同民航處溝通要攞一個 permit。我哋多數維港表演咧就經沿海啊嘛飛落海度啊嘛，咁海事處。咁而因為通訊技術啦，所以要同一個叫做通訊局啦另外就係我哋每場表演你發覺係逼爆人嘅，咁所以警察咧係我哋要攞 permit 嘅即係入邊個保安啊。點樣規點樣規定條路線點行啦，我哋都要 plan 咁所以造就咗呢個咁完整 SOP 咧，希望可以令到其他嘅產業都可以受惠。喺香港咧就係要做低空經濟嘅話，似乎真係都有幾多嘅挑戰要去克服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內地係咪就係已經發展得相當之成熟，甚至乎無論係技術或者一啲應用場景喺世界嚟講都會係真係處於一個有競爭優勢嘅地位咧？轉頭翻嚟繼續同兩位嘉賓傾過。